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，创世纪第27章18到29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喜乐。昨天我们谈到了雅各的妈妈去通知雅各，他的父亲以撒预备给以扫祝福的时候，他们就联手计划欺骗那看不见的以撒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了他们如何进行欺骗以撒的事。圣经创世纪27章18节到29节这样告诉我们：雅各到父亲那里叫一声爸爸，父亲就问孩子：你是哪一个呢？雅各就回答：是你的长子以扫。你吩咐我做的，我都做好了，请坐起来，做我替你打来的野味，你好祝福我。以撒就说：孩子啊，你怎么那么快就打到了呢？雅各回答：是上主，你的上帝给我好机会呀。以撒对雅各说：孩子，走过来，让我摸一摸，你真是以扫吗？雅各走过去，以撒摸一摸他，就说：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。他认不出这是雅各，因为雅各的手像以扫一样长着毛。他要祝福雅各的时候，再问一次：你真是以扫吗？雅各回答说：是啊。以撒就说：把肉拿了过来，我吃了就祝福你。雅各把肉拿去，又递酒给他喝。于是以撒说：孩子，你走过来亲我。雅各走过去亲他，他一闻到雅各身上衣服的气味，就祝福他，说：我儿身上发出的香气，正像蒙上主赐福的土地所发出的香气。愿上帝从天上赐给你甘霖，使你的土地肥沃。愿他赐给你丰丰富富的五谷美酒。愿万国服侍你，愿万民向你下拜。愿你统治所有的兄弟。愿你的母亲的儿子都向你跪拜。咒诅你的人要被咒诅，祝福你的人要蒙福。上帝透过以撒给雅各的赐福，使得雅各的后裔如同他的赐福一样，成为上帝选民的主流，得到了蒙福的喜乐。但也同时因为欺骗的行为，让雅各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包括花了21年的时间在舅舅家，为了所爱的太太以及所拥有的财产付出代价。从他的生命，他以欺骗来蒙福，也因为被骗而付上代价。然后在这个代价的后面就是蒙福的喜乐，他坚持了过来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
就如同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一样，我们都在朝向着蒙福的喜乐之路程来进行。是的，天路不是一条易路，但却是蒙福的道路。上帝真正的恩福是赐给那些诚心追求、虚心悔改的人的，不是赐给那一些学识很高、自认为非常重要的人物。耶稣基督的话说，就在这时候，耶稣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充满着欢乐，说：天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向聪明有学问的人所隐藏的事，却向没有学问的人启示出来。是的，天父啊，这样的安排都是出于你的美意。我父亲已经把一切都给了我，除了父亲，没有人知道儿子是谁，除了儿子和儿子所愿意启示的人，也没有人知道父亲是谁。耶稣并不是在说追求学问不好或是不重要，而是当时候的人以为自己非常有学问，例如法利赛人、经学士，并且因为当时候在罗马的统治的时代，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，追求学识好像成为一种高尚的流行，但却是无法接受上帝奇妙救恩之启示。从上帝的启示下知道救恩是从上帝来的，这些人其实没有很高的教育水平，但是他们却因为愿意谦卑而接受了这个救恩的启示。这个启示就是救恩从圣灵上帝所感孕的圣子上帝耶稣基督而来，而在犹太人口中习惯称呼的耶和华上帝，就是那一位天父上帝。因此耶稣基督就告诉门徒们说，他们是多么的蒙福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能看见这一切是多么幸福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到；想听你们所听见的，却没有听到。我们再一次的引用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，与大家一起来分享。上帝那么的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就必得到上帝的赐福，得到永生，就必有属天的喜乐。而那些拒绝的人，就是与救恩与永恒的喜乐相隔离了。大卫的诗篇16篇第7节到11节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分享。经文说，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，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。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面前，他在我的身边，我不至于动摇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，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
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在你的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谦卑愿意领受的人，就必能够领受主的指示，走向那生命的道路。因为在主的面前就必有喜乐，在主上帝的身边就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说幸福。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，君王的新娘啊，请听我的话，忘记你的本族和亲属吧。你的美貌使君王恋慕，他是你的主人，你应该顺服他。泰尔人要来向你进贡，富足的人讨你的欢心。在宫室中，公主有多么美丽呀！她的衣裳用金线绣成，她穿着锦绣华服，被引到君王面前。陪伴着她的宾相们也要引荐，他们都欢欣快乐，一起被引进王宫。我的君王啊，你将有很多的子孙继承列祖的王位，你要立他们统治全世界。我的诗歌要使你的声誉永垂不朽，万民要永远歌颂你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所赐下的。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